拢要来学咯，大海甲溪水做伙学咯耶和华。高山小山拢要来学咯，日月星星拢要来学咯，万米要唱歌做伙学咯耶和华。哈利路亚，我唱歌，哈利路亚，我跳舞，哈利路亚，我要大声欢喜乐咯。哈利路亚，我唱歌，哈利路亚，我跳舞，哈利路亚，我要大声欢喜乐咯。大山小山拢要来学咯，日月星星拢要来学咯，大海甲溪水做伙学咯耶和华。哈利路亚。大山小山拢要来学咯，日月星星拢要来学咯，万米要唱歌做伙学咯耶和华。咱做伙来跳舞哦！哈利路亚，我唱歌，哈利路亚，我跳舞，哈利路亚，我要大声欢喜乐咯。哈利路亚，我唱歌，哈利路亚，我跳舞，哈利路亚，我要大声欢喜乐咯。来一个，来这边。哈利路亚，我唱歌，哈利路亚，我跳舞，哈利路亚，我要大声欢喜乐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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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哈利路亚！咱将咱的呼声归一切荣耀给咱的上帝，因为咱的主是看着咱学落的主，伊是咱性命的主宰，是咱一生的倚靠。因为主圣神主爱每一日甲咱三甲伫地，咱伫这个时阵也要邀请圣神伫咱的中间，运行伫咱的心内。咱一开始先邀请各团带咱来吟诗。星星请你来，充满我的心，我望来亲近你，搁较认望你，星星请你来。改变我的心，予我看你，予我听你主爱你的声音。咱兄弟做伙来。星星请你来，充满我的心。
邀请咱兄这举起咱的双手，有信心充满在咱的心中。主耶稣基督是咱的主宰，是宇宙所掌管的。因为地下天顶一切的权柄，拢一定享受伫伊，伊是咱唯一的性命的依靠。咱用这首诗歌来欢迎主耶稣基督点伫咱的中间。宇宙的主宰耶稣，世界的主宰耶稣，万物拢本伫你，属于你，归乎你，你是荣耀君王，咱来欢迎。转化，摇动阮台湾，来兴起阮生家的热情，咱来欢迎阮王公义，同心歌舞你生家的名，救主打开天堂。欢迎君王降临，
临死的时阵，你有感受到天使、天君拢伫咱的中间，甲咱做伙咧敬拜这位唯一独一真神耶和华上帝吗？哈利路亚！虽然咱目睭看袂到，但是当咱专心全意咧敬拜这位耶和华上帝时，你知天君天使就伫遮甲咱做伙咧敬拜，所以咱会当徛伫遮咧敬拜，每一个人是大有福气、大有权柄的人。这个是咱要来祈祷，为着咱，即届咱伫国际的中间，咱有看到上帝有伫台湾行新业无？阿免，即届疫情遐尼严重，总是上帝伫一个整个历史的内面，伫国际内面，上帝伫台湾行新业，所以咱伫即届疫情会当遮尼平安，所以咱要来感谢咱的上帝。过来，咱继续为着现处是整个国际的平安来祈祷，也求上帝看顾咱台湾。不管局势怎样转变，咱知影即摆整个局势拢是伫圣经内面所讲的，即摆拢已经出现啦。所以咱爱好好读圣经，咱就看见现处时的局势，不是白白生出来，是圣经早就是讲。所以咱爱有一个敬虔的心。咱会当每一礼拜拢倒来到伫上帝面前来敬拜上帝。趁咱也阁有机会时阵，把握时间，礼拜日就是安息日，咱就是倒来敬拜咱的上帝。而且咱嘛为着咱的国际来的平安来祈祷，所以这是咱的福气，因为你的祈祷，别人得到平安。安尼你要大声来祈祷无？阿们吗？咱举起咱的正手，为着咱的国际嘛，为着咱的台湾，咱开声来祈祷。1、2、3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主啊，我伫遮为着我世界来祈祷。主啊，为着世界国际各国来祈祷。主啊，你的圣神要点伫世界各国。主你圣神亲自来运行伫遮领袖的身上。主啊，特别我感谢你，互我会当伫即届疫情，安尼经过我看见上帝。你怎样来听阮台湾百姓？就是主啊，阮看见别个国家，因也搁伫这疫情的中间。主啊，求你来帮助，互这疫情会当紧紧来离开。主啊，这瘟疫要紧紧来离开。主啊，你的圣神来充满伫世界各国，互因的领袖会当有上帝你的智慧，来正上帝你的心意。主啊，也互世界各国百姓会当悔改来认主耶稣。主耶稣真爱做因的救主，也真爱做阮台湾的救主。主啊，你的国度要降临伫这个世界，求上帝你的平安落来，求上帝你的稳定落来，上帝医治维护落来。哈利路亚！既然兄弟，咱只是咱也要为着咱的教会，咱即届有组成一个宣教团队、宣教的团队，咱要去到伫屏东我需要请咱对即马对即礼拜开始，每一天拢为着即个短宣来祈祷，互即个伫屏东的即个教会会当因的老师大家拢总发动起来，即马要搁招生，所以求上帝来帮咱，互咱永光教会老师、青少年甲遮儿童，拢会当平安去到伫遐，嘛伫遐来做地宣，伫遐传福音，互咱的遮的兄弟姊妹拢会当得到平安，嘛互遐的课程拢会当顺利。所以咱要有缘，咱要来为着这个事来祈祷。伫后礼拜，咱的短宣的团队要伫遮来受车遣，咱的短宣团队伊要伫遮来做一个整个，伫遮带咱伫遮的敬拜，互咱更较了解咱的短宣是安怎的一个代志。所以咱只是咱要举手，咱虽然人无去到伫遐，但是咱伫遮祈祷，每一天的祈祷就是参与伫短宣内面。咱举手，举起咱的正手，咱为着咱的屏东的短宣，咱开声来祈祷。1、2、3。哈利路亚！主啊，阮这是阮为着阮永光教会短宣队来祈祷。主啊，感谢你，因为主你的圣神，互阮会当组成一个短宣的团队，就亲像军队共款。主啊，我会去到伫遐，主是要去传福音，要去帮助伫迄个教会，会当来带领这青少年、这儿童来明白主的福音。主啊，每一届传福音是这么重要，这么有价值。主啊，你的福气要临到伫这个屏东的中南的教会。主啊，你也互阮永光教会
阮的老师、甲阮的囡仔、阮的青少年，拢带着主来的热情。主啊，阮就是要甲你的福音讲传出去，因为主你是世界主，你是宇宙的主宰。主啊，你看顾、引带，我每一个伫你内面得到迄个对天来的关联甲归来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主你来听，你来听阮伫你的面前的呼求。哈利路亚。咱做伙来迎来欢迎古龙降临。欢迎滚龙降临，靠我我的你，求主你来转化，摇动阮台湾，来引起阮心间的热情。举手来欢迎，举手来欢迎咱的古龙。哈利路亚，高举你的圣名。大大开嘴，哈利路亚，大大充满，是充满来，关合伫遮，目睭未看，耳孔未听，哈利路亚，圣神你来充满伫阮前兄弟的心中。咱来宣告。基督是咱的君王，阿门吗？阿门。阿门。耶稣基督伫咱的家庭最王最主，阿门吗？阿门。哈利路亚。